立委陈廷辉表示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民众使用载具来签发票的模式哪来哪普遍，连带影响到弱势团体发票得奖的收入。加上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弱势团体募款嘛大受影响，因此透过捐发票来换手苗的活动，希望唤醒更多人对着做公益、保护地球的重视。今天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民众了哈，这个10点不到就排队要领我们的树苗哈。那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觉得可以用发票，然后发挥他们一点爱心，然后又可以做到保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响应的动作，所以大家都很热烈。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是从永康东区、南区、北区、安南区还有东区这样子整个串联，然后再同步同时间，所以每个地方我们刚刚在群组当中所看到的都是很热烈，所以我们觉得说，其实这种抛砖引玉应该要常做，结合众人的力量，而且现在2050的净零碳排环境的议题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目标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在这个重要目标可以做爱心，帮助弱势，来爱地球，然后又可以做爱心哈。而且我们也知道说，疫情的关系哈，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，其实真的都遇到了募款困难的这个状况哈。所以我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，一起来在这个3月的植树月哈，一起来爱护地球以外，也可以来做爱心哈。虽然25号是补上班的日子，但民众爱地球、照顾弱势的心并无来拍折。乡亲表示，加种树送爱心，个用的保护地球活动相当有意义。真正真有意义啦，啊，这环保较好啦，他们做了很多事，然后很多都是，跟我居住的环境都很相关。对。我今天看到什么树种？罗汉松。有这个，好像听说世代不贫穷，对，很吉利，对，很吉利，可以做爱心、爱地球的，对。2000丛的树苗，包括兰屿罗汉松、象牙木加小叶刺南顶，拢是容易照顾的树种。除了对着净化空气有帮助，嘛用的责任减碳，为了保护地球来尽一份心。2000丛的树苗分别伫安南区、北区、东区、南区甲永康区5位同齐来兑换，伫个短无到1点钟，就被兑换完毕。捐发票，种树苗，一起做爱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